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进入到了传道书的第4章，在传道书第4章当中呢，一开始呢，这位传道者他就观察在日光之下人的一些活动，人的一些地位，人的一些行为，跟人的一些关系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呢，他有这样的一些分享。他一开始就说到说，如果你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里面呢，你倒不如从来没有活在这个里面的被人来欺压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里，他是一个时常被欺压的，他在这个里面是得不到安慰的。那你不如是在这里面已经死掉的人，不要活在这里面是最好。那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出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，那你比那个从这里面死掉的人还要来得好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如果我们活在不公义的日光之下，那我们倒不如从来都没有活在这里面，这样比较好。而持续他就来分享说，人在这样的日光之下，劳碌，努力工作，努力来赢得，来赚取什么？他就有提到说，如果我们是因为羡慕别人，是因为嫉妒别人而想要努力去赚取什么，那这一切都是虚空啊。那还有更虚空的，就是说，你连劳碌都不愿意劳碌，你只是在那里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那就是更惨。那比较好的是，我们可以适度的劳碌，是能够得着满足的劳碌，是能够知道意义的劳碌。这样的劳碌是对我们生命比较有帮助的，不致让我们落空虚空的。而持续他就分享到，他就说到，有人呢努力得到了财富，他得到了一切他有的，可是呢他却没有人可以分享。他孤身一人，没有人可以分享，没有朋友，没有连接。他这些所得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持续说到，群体的力量、群体团队一起的合作、一起的努力、一起的关系、一起的连接，其实是一种幸运。因为他反过来就讲说，如果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关系的话，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不幸。那持续他在分享，他说，那在这当中呢，如果你有地位，可是你却没有智慧，这一切也是虚空。因为我们有了地位，我们可能很有资历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，却在这当中没有智慧来祝福别人，来帮助别人，来影响别人，发挥影响力，与人来连结。那这一切呀，也是虚空，因为我们最后也没有留下什么来祝福别人，甚至我们也不被人所喜悦，这样得到王位也是虚空。在这段的分享里面，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。我相信上帝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在对你说话。我们在这时候一起来祷告。圣灵，我们邀请你，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，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的生命来说话。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。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天开始，我们在跟人的关系里面，在这日光之下，要来依靠这位日光之上的主，帮助我们胜过在日光之下一切的挑战，在这当中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持续引领我们的脚步。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在今天活出与人美好的关系。